这个有心的太太到底注疫苗有妥当无？讲来有一个20外岁女子去注 AZ 疫苗了后，才发现讲家己有心，半个月后做产检，发现已经死胎了，只好来做人工的流产。感染科的专家讲，即摆是真歹来评估讲这个疫苗对胎儿的影响，也毋过因为这个胎儿离前3个月无适合受到干扰，所以并无建议有心的妇女朋友来注疫苗。 注疫苗想要提悬保护力，不过国内有一个有心的人3月底注 AZ 疫苗，注进前佫特别验过，确认阴性，无囡仔才注。想要到4月中产检发现家己已经有生5礼拜，5月初产检所发现胎儿无咧大，就把囡仔摕掉。慢将走过来头一个注疫苗了后绕体个案。目前这个疫苗应该是还没有许可给孕妇使用，因为孕妇的临床试验的资料还不是很充分。孕妇怀孕得到新冠肺炎的时候呢，它产生的疾病似乎是稍微严重一点了，不过它并不是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啊。那对婴儿的影响呢，目前看起来也不是非常的大。 大部分的医生大概是不会建议去打。指挥中心嘛讲，这个有心的太太捌做过人工流产，即马也无法度确认疫苗和老体敢有关系。不过专家讲，即马无有心的妈妈注疫苗的数据，无法度评估疫苗对胎儿的影响。加上胎儿前3个月无适合受到干扰，台湾疫情嘛无像国外这么严重，所以有心的妈妈无适合注疫苗。妇产科医生嘛讲，对于特殊的情形，才建议有心的妈妈来注疫苗。如果说他要去像印度这种很严重的国家，当然会建议是的。你是高风险的工作环境呢，本身是空服员这种的，或者是你本身就是防疫旅馆的员工啊，这种高风险族群，当然就会建议啊。专家建议想要提悬家己的保护力，按算注疫苗女性，若是唔知影家己敢有心，上好去妇产科验一下，找医生做评估，上保险。